掟 B 落街，菲傭唔知有咗 BB 踢肚，仲以為係餓到打鼓。承認殺死啱出世親生仔嘅29歲菲傭，尋日庭上表現平靜。案情話，舊年11月初，有馬鞍山新港城住戶發現廚房同埋廁所嘅窗都有血跡。警員逐家逐戶查問，撞到啱啱返嚟嘅戶主，但係大門反鎖。菲傭一開門就即刻匿入房，之後就承認早嗰陣好急，點知坐低咗3分鐘就屙咗好多血，原來係生咗個 BB， 但係以為佢死咗，嚇到即刻掟咗佢出街。法醫估計個 BB 大概32個禮拜大，本來係可以生存，但係因為咁高跌落嚟，令到佢多處受傷死亡。辯方求情話，菲傭大學畢業之後，05年嚟香港做傭工，當咗戶主係屋企人。拍拖8年嘅非籍男友，舊年4月嚟香港，雙方發生關係。本來講過結婚，但後嚟就發現原來男友已經結咗婚。一向經期唔準嘅佢，根本就唔知有咗 BB 踢肚，仲以為係肚餓到打鼓。當日肚痛又以為係唔舒服。佢已經還押咗差唔多1年，希望可以返菲律賓同屋企人團聚。法官將案件押後至11號判刑。